台南市议员陈黄瑜以日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面对治安的问题时，讲到台南甲高雄是治安的末端班。到底台南是毋是治安的末端班？伫市政总质询，嘛特别提出甲警察局长来探讨。议员以今年的枪击案甲新北市来比较，台南市对1月甲5月总共5件，毋过新北市伫短个半月就有6件。质疑到底谁才是治安的末端班？对此市长嘛回应，伊会用的理解可能是选举急啊，才乱攻击别人。他说我们的台南市的治安不好，我们是属于末端班。那我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讲一下，我们是末端班吗？我想这个是每一人的观感但是以我来看我认为我们台南市现在是6都治安最好的城市。从我来之后，我们在2月25号将这个88枪击案侦破，从大陆将孔祥志跟那个洪振军抓回来另外在3月22号，又将安平一个专门在走私枪械的老大陈建林从菲律宾押回来在我们发生的一些重大刑案都立即侦破，整个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好感度提升非常多。或者选情下滑的时候，他会心里比较急。但是要选举的人碰到这个心里比较急的话，就拿出来来攻击别人，不是很好。尤其要选举的人，现在在选的是这个全国最高的这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那所以说这个这样子来艺秀法这样子来唱衰别人。先是说我们台南人没有眼睛，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台南治安是不好。当然，这是我们公共政策，包括治安、交通，这是可以受公平。那我们要拿出客观的数据 ，before after 改进的这个路给大家看。除了关心治安，另外议员也关心交通的问题。议员以最近会刊同学步道的时，虽然行人的安全真重要，不过伫路口退缩甲交通标线的位置，因为15公分宽的路边边线以外是禁止行车，不过路边边线以外跨度却有一个车道的路跨，容易造成行车人员的错乱。对此，交通局嘛回应，应该是标线错误，会来重新检讨。台南新闻联跟张硕维采访报道。